最虔诚的听众，熬早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5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5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就是解说甲念经明发达，勤上未修业，空上但顺生，明心好菩萨。即卖爱来说来解说一面，就是念经有缘故，五经为你说，但信佛无言莲花将求法。文记火社月，义金义孝当谦恭一切。伫遮呢，就是咧说明六祖慧能大师来对法达来说法。这位法达是7岁就出家，上法华经已经有3000部，因此就生起这种的骄傲心。对于六祖该顶礼头壳无要拜甲涂骹落，那就是这种的5万礼。因此六祖慧能大师就该责备讲礼本接万动抽下不知地，有我即罪生忘光服无比。迄当时阵，慧能大师搁再问讲：你是号做啥物法名呢？伊就该讲我号做法达。慧能大师讲：你既然搁做讲法达啦，为什么你无通达到佛法呢？所以就用这个机解讲你现做是名，搁做讲做法达。真正认真来上经拢无休困，但是呢，你即马上敢若伫喙伫咧上尔，都无啥物款的路用。你上经会当好了解经中的道理，会当好来得到明心，安尼毋才是一个菩萨咯。这是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对于这位法达所开示，所以伊面就讲啦，讲念经有缘故，我五经为你说。这个念经有缘故，就是讲你呢，现在是因为有缘的这个缘故，五经为你说。这个五经为你说，就是讲我呢，这来对你来说明。讲但信佛无言莲花将求法。那这个五经念经有缘故，这呢正正就是咧说明讲有迄个宿世因缘这个法达伊来伫咧上法华经，虽然是讲伊因为上法华经上足济，所以就生起这种骄慢心，但是呢，抑搁再算讲好。就是因为伊甲慧能大师算讲抑搁再有宿世因缘，所以呢，才会当拄着慧能大师。假如讲若是无宿世因缘，连拄着拄袂着，也那呢就一直控告我们落去，安尼就到迄个无法度好挽救的地步。所以才讲做念经有缘故，五经为你说。一边讲但信佛无言莲花将求法，讲你只好会当好来信这个佛无言。咱讲做信佛无言呢，就是讲必须爱了解佛讲经的真正的意义。佛讲经的真正意义是真理是不可言说。会当好来了解佛不可言说这款的道理，安尼来去上经，安尼就对了。在显密论原来讲，智理作言
教是言语，实不是道。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这个显密论所讲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智理是绝言，智理就是讲至极之理，也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。至高无上的真理呢，乃是一种的绝言。这个绝言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是一种的无法度好用个语言来给讲出来。也这个教呢，是一种的言语。所以叫做讲教，就是讲，一旦呢在外表的一种的教法，发在这个表现在外表的教法，这是一种言语啦。这个言语呢，实在唔是道，唔是道的本身，唔是属于真理的本身。道本无言，讲这个道呢，本来是一种无言说，言说是妄。你所讲出来呢，这呢，只是你所讲迄句话，这毋是真的啦。所以叫做讲做言说是妄。那这正正就是咧说明佛是无言。所以咱世尊有讲伊虽然讲经说法49年，但是呢无讲到一字。这个无讲到一字呢，这有两种意思。这种意思就是讲佛贪回讲贪直讲，讲了非常济道理，但是呢讲过去就参像讲迄个船过水无分共款，拢袂该执着在伊心中，无有一种的执着，所以讲呢就等于无讲，所以才讲做讲40几年呢，根本无讲到一字，这是约佛讲经无执着这方面所讲。搁再一种的意思，就是讲佛所讲的乃是一种的语言的表达。那这个语言的表达，毋是真理的本身。所以无论是讲较久呢，共款也是袂当好来去讲到一字。这呢就是讲佛虽然是讲经49年但是无讲到一字意思。咱会当好来了解这个道理，就莲花藏丘法。这个莲花就是一种的真正不可思议的花。那这个莲花呢，依照法的句解在讲这个莲花那是上近人来看这个莲花，就是讲上近离地的人来看这个莲花。那这个莲花就是自性，就是法三昧，那不是其他物件。那是属于中下级的人就做一种的因物譬如本有觉性清净的妙理，就是讲将这个莲花来譬如，就是咱的本有的觉性，这个清净的妙理。所以这个莲花，咱有在讲做动体莲花，或者做譬如莲花。那是用这个譬如莲花讲起来，那么这个莲花的本身咱会该当作讲，这都是一种的自性，一种的法三昧。那用这个譬如莲花讲起来啦，就是讲这个莲花虽然是生在迄落瓜麦高的所在，但是在迄个雾年确实无去逆着。这正正都是咧譬如咱的本有觉性的清净妙理。虽然是在烦恼梦想中但是咱本有觉性清净妙理，完全同款都是清净。咱会当好来上这个妙法莲华经，会当好来了解佛。虽然是讲这个道理，但是呢，将来无有讲到一句佛法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就是讲发达，你若会当好相信佛，未经有所说法，安尼呢，就是离开言说上，结果呢，就会当好对这个上经这项功德呢，你会当改背起，安尼就可以来上妙法莲华经。这呢就是
伫遮所讲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莲花将口法啦，就是讲咱来当好来上经这个时阵，会当好体会真理是无所言说。也哪安尼呢？咱一方面上经，一方面呢，就是将这个喙发出了这个莲花。拄则呢已经甲咱讲过，这个莲花呢，就是一种的在污泥而不染，一种的清净，一种无毒。所以咱一方面上经，一方面会当了解讲佛所说的道理是无言说，那安尼呢，咱就无执着。在这个无执着的意义讲起来，才讲做莲花将口法。下面答文记花下月，义金义孝当谦恭一切。答文记社会月，这个答就是个指发达啦。讲这个发达呢，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记，就悔谢。这个悔呢，就是忏悔；这个谢呢，就是感谢意思。就讲这个发达呢，听到记啦，就忏悔，就来对慧能大师给感谢，就来讲啦。讲义金义孝，当谦恭一切。这个义金义孝，就是讲从今以后，当谦恭一切，就是讲应该呢，就要来谦恭一切。那么这个当就是应当的意思，也可以讲以从今以后呢，就绝对要对人真正恭敬，自己呢就迄款的谦下心。因为过去发达伊自己认为讲，伊会当上法华经上到3000部，可能呢无人有遮尔只用功，因此呢就生起这种的骄慢心。那现在是经过六祖慧能大师来甲伊开示，讲忘功福无比，就是讲将这个功劳来甲伊灭去迄所在，才会当好得到真正大的福。那因此呢，伊就对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说谢，而且甲伊讲我从今以后绝对呢要对人真正恭敬，也自己的心要真正谦虚。下面弟子上法华经未解经义，心上有义，互相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思愿发达，发即心达，念心不达，经本无义，念心自义。念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答曰：学人今生暗顿，将来但以文相念。启迪从处，思愿我不识文字，你此处经上一遍，我当为你解说。这呢就是说明《法华经》的意思，也就是由这个发达来请示六祖慧能大师，由慧能大师来开示《法华经》内底重要的道理。弟子上《法华经》未解经义，在这个时阵，因为发达受到慧能大师的开示教法，即嘛呢就自己称法讲自己就是这个弟子，也意思就是以慧能大师呢作为师长，讲我呢来上这个《法华经》未解经义。这个未解经义就是讲无了解呢经中的道理，安尼叫做未解经义。心上有义，讲我这个心中呢常常有迄个疑问，就是讲对于经中的道理因为无了解所以常常有一寡遮的疑问伫咧。讲何上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讲你何上呢智慧真正广大，这个何上智慧广大是这位发达的称扬慧能大师的智慧真大。这个
智慧广大，就是甲智慧的少，这是一种的对待之词啦。因为六祖慧能大师，伊是一位已经明心见性的一位祖师。那既然会当互明心见性，当然伊的智慧啊就非常的广大。尤其是六祖慧能大师一个真正难得的所在呢，就是伊呢毋免经过经典的文字，伊本身呢拢是从内心来去启发迄个真理。因此啊，这个法达都甲讲，你的智慧啊非常的广大。愿略说经中义理，这个愿就是愿望的意思，就是愿望你呢会当互来略说。略说就是讲来简略来说明，来简略来说明这个经中的义理。经中的义理就是讲做经中的道理，就是讲对这部经内面的道理啊，因为我无了解，希望你好想呢会当对我简略来说明。思愿法达，法即心达，念心不达，经本无义，念心自义。思愿就是讲慧能大师啦，就对这个法达开始安尼讲啦，讲你名叫做法达，那这个法达，法即心达，就是讲法的本身呢是真正通达的。安尼名叫做法即心达。讲但是呢，念心不达，念心不达就是讲你的这个心呢无通达。真理的本身啊，这是无有啥物款的阻碍，无有啥物款的障碍。真理的本身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通达的物件。但是呢，你的心有迄个障碍，所以你的心呢，无法度好来体会，你的心呢，无法度好来通达。安尼讲做法即心达啦，念心不达。咱有一句话就讲做一理通万理彻，就是讲对一项的理会当通啦，对万项的理呢就会当好达。那这个一理通万理达正正呢就是伫遮所讲的法即心达的意义。但是咱一个人，因为对一项的道理咱袂当好通，所以一项袂当好通，逐项都袂通。所以结果呢，就参像这个法达同款啦，就处处障碍啊，心肝底呢就无可能通达。一边经本无义，念心自义。这个经本无义，就是讲这个经典呢本来是无义，也可以讲这个经典的本身就是无义啦。但是呢，念心自义。经典的本身，这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真理，也这个真理就是要来解释了种种的疑问。所以这个经典的本身应该呢一项一项拢讲起非常的明白，一项一项拢讲是真正清楚。对于这个经典的本身讲起来，这是毫无疑问啦。无迄个讲经典内底的道理咧。有迄个咱怀疑的所在，无一个所在呢，有可以互咱怀疑。但是呢，念心自义，是你自己的心，因为你对这个佛法无了达啦，所以你自己呢，就对这个经典就生起这种怀疑，所以才叫做念心自义。迄边讲念念此经以何为宗？讲你来念这部经典，你是以什么货为你的宗旨你要念经一定有一个宗旨。你到底呢是以什么货做宗旨？所以才讲做念念此经以何为宗？答曰：学人今生暗顿，将来但以文常念，其地宗处。答曰，这位法达呢，就对慧能大师安尼讲啦，讲学人
金城暗遁，在前面是自称为地主啊，即嘛又搁再讲做学人。这个学人甲地主啦，会使你家做一种通用，但是呢，也会使你家分开解释。这个地主啊，就是师道的关系，就是讲土地哦。那么在书面头前，你讲伊本身就是讲地主无某。啊，这个学人呢，就是跟随学习的人。那这个名呢，叫做讲做这个学人。那这个就变成一种的这个师生的关系。哦，这个师生关系就是讲这个师道的关系啦。啊，这个师生关系就是讲老师甲学生的关系，哦，毋是讲师道的关系。啊，所以这个学人哦，一定就是讲对于哦咱的老师。哦，或者是讲，虽然毋是咱的老师，但是呢，伊有值得咱学习的所在。哦，咱该当作讲，咱就是学生，要来跟伊学习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讲做学人。讲我学人呢是金城暗遁，这个金城暗遁的意思啊，就是咧指讲我家己自己啊，无智慧啊，也真正愚痴，安尼叫做金城暗遁。啊，这个金性哦，就是一种的这个六根中性啊。那在这六根中性其中啊，或是眼根啊，或者是耳根啊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尤其是最重要，就是讲咱人的这个意根。那么，假如讲意根若是暗遁，可能造成呢资金拢做变成一种暗遁啊。即在讲学人啊，是金城暗遁。讲将来啊，但依文上念，这个将来就是讲从过去以来，讲从这个过去以来呢，只有啊依文上念。这个依文上念就是讲依照这个文来去上来去念，哦，就是讲只有依照这个经文来去甲上念语，讲基地宗处，讲哪里会知这个宗处呢？这个宗就是宗旨。处就是归处，我一句讲就是讲，无论是要念经，无论是要修学，哦，一定有一个宗旨，一定有一个归处。比如讲，咱伫咧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，也念这个阿弥陀佛，信西方净土，这是咱的宗旨。那你信西方净土念阿弥陀佛是要创啥物呢？一定有一个归处，哦，这个归处呢，就是啊，要去甲西方叫做世界去。啊，若是讲修禅，咱宗处到底是啥物呢？这个处就是目的，这个目的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这个宗，伊个宗旨啊，就是啊，爱不离文字哦，来教化别传。啊，依照这个直指人心啊，明心见性的这个方法来去修，哦，这个就是伊的宗旨。但是这位发达，伊就自己呢安尼讲啦，讲我的根性真暗遁，从过去以来呢，只是啊依照这个文来上来念语，哪里会知影什么款的宗处呢？啊，因为前面慧能大师解问讲，你念一部经啊。是以啥物为宗旨？哦，所以伊怎都甲伊讲，因为伊愚痴啦，哦，所以毋知影宗旨的意义。最近先听讲，就请咱讲暂到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